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半暝国道1号彰化路段一只半连结啦，弄伫河南，按木头甲驾车零件搁落下骹的平面道路着火。面对新版的财违法统筹分配款的争议，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邀请22县市首长分配协商。美国总统 Trump 的盟友政治运动人士 Kirk 伫咧大学演讲活动被互枪杀死亡，嫌犯已经抓到。新闻头起先来看，今日饭店点外，伫咧国道1号彰化路段一只半连结啦，这驾驶若像是细心冲去弄河南兵车，这河南的安门头甲驾车的零件搁落下骹的平面道路着火。除了失控的这只车，还阁有2只轿车，若像是挡袂离去弄着这满世界物件，加在人拢无安全。派出所巡逻车再拄啊经过高速公路的暗坑后壁，就熊熊出现真大的火光，巡逻车赶紧滑头。远景看到高速公路下骹的坎仔已经着火烧起来，随通知消防队到场。车辆的零件及忽然掉落所引起火势，本所巡逻同仁紧急掉头实施管制，并通知119派消防车前来扑灭火势。警方发现山坪一道火，是因为顶悬的国道发生车祸。13分钟晚尾1点，一台半连结车经过国道1号上北204.3公里的彰化路段，幸好驾驶好亲像细神，结果半连结车煞失去控制，去压到外边的护栏，到尾规台车速并车，搁甲2个车道占掉的。停半连车，因为注意车前状态自撞，外侧护栏及隔音墙设施而肇事。致护栏水泥块、隔音墙设施与车体零件散落于中外辅助车道及平面道路。连接车翻覆的驾驶，他已经人在护栏上，人是清醒，在那边等待。半连结车并车了后，零件甲碎片散归涂骹，甚至喷去国道下骹的平面道路，也造成国道2台自用小客车受损。好在在除了半连结车驾驶受到轻伤以外，无造成其他人员伤亡。这个路段一直到透早4点41分才摆渡车祸状况，全线搁再通行。车祸原因，警方爱搁查。记者采访报道。镜头往来看，台北的公馆圆环今仔日开始拆，因为今仔日假日是无啥塞车。不过在地民众也是真烦恼，讲这拜一上下班时间的时阵会塞到袂顶袂当。即阵这公馆的圆环已经拆掉啊，袂少人嘛咧关注这仁爱甲警方问的圆环敢有要拆。交通局是讲会看当地车祸的状况甲原因，再来决定讲要安怎处理。汽车、机车来来去去，就算毋是工作日，公馆的圆环四边的交通游玩车真多。台北市府9月13开始，时间拆掉公馆的圆环拆除甲交通改善的工程是全面启动。这个交通路线定得面对真严格考验。当然啊，公车都是走地下道的啊，本来就不能拆的。阮是住咧迄边啊，我唔知讲这拆这唔知有什么路用，我嘛看无。会，因为现在车是明显真的是比平常上班日少很多，但就是看礼拜一的状况会怎么样，我会就是可能会改其他路线去来台北市这样子。有民众坦白讲，拜一上班迄天确实是烦恼车流的状况，因为台北市府决定拆掉公馆的圆环甲公车地下道屯平。对市府决策不满的公民团体、学生团体，还有当地居民，22暗时也去圆环的四边进行镇静甲抗议，也求布条啊。公馆的圆环就要变做历史，仁爱甲警方问的圆环敢要拆，也引起讨论。交通局指出，会按照事故的冲突地点来重新看标志甲标线。如果要来评估另外这2个圆环要不要拆除，要先把他们的一个事故率拿出来看。那如果确实有事故率、有事故件数的话，通常再去看一下它的事故的态样，因为有时候可以透过标志标线的改善，来去大幅降低它的事故的一个风险。高工处表示，仁爱的圆环甲警方门的圆环半径较大，位置是去较中央，而且汽车甲机车拢有分流处理，甲公馆圆环的条件无啥共款，会按照圆环的相关事故冲突的地点，含设计理念重新来看相关的标志甲标线，增加交通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面对这新版财违法统筹分配款的争议，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邀请22县市的首长分配协商，望是会当解决计算公式错误、事缓分配、城市庄卡差距等等的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头拄则12点半嘛有开记者会说明，讲这早起参加会议的多数的地方首长是提出讲爱落实地方自治，而且未来唔但爱修正这计算的公式，嘛爱全面检讨财违法。若即阵下晡的时阵，还有11位地方首长是当咧甲行政团队开会，待这会议结束了后，行政院会阁说明。行政院长杜英泰拜六透早到行政院，因为新版的财违法出现统筹分配款争议，即天邀请22县市首长沟通。在机场向北家人讨论新的县市高频甲离岛的金门马祖偏后先上场。中央跟地方对财违法的沟通，我很期待，希望中央能够积极面对，地方一定会更加的回应中央所有的希望合作的事项。我很希望中央能够清楚地说明，并且确认，是不是就一纸公文将大幅删减地方政府捷运建设的补助经费。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前主动表示，会请行政院说明计划型补助款，台北市捷运建设补助费是安怎中央3减650亿。安尼南部立营县市首长是指出，希望立法院对统筹分配款公式错误部分，各进行修正，才会当予各县市平均发展。立法院的修法有错，就应该要认错，赶快把这样的错误导正回来。所有的账本把它翻开看。如果统筹款增加，那一般性补助款再加上计划型补助款加起来，就不能比前年来得更低。那今天来，我好不容易也碰到蒋市长，那也碰到其他县市的这个市长，那我真的要这个拜托这个大家真的是要将心比心，非常诚恳的希望朝野能够放下屠刀，2300万国民都应该受到均等的照顾。大家能够在即将开议的立法院为国家做一件对的事，那也是我们今天的期待。行政院搁再声明，会甲各地方政府讨论公式错误、事款分配，也甲城乡差距扩大这3大问题，希望会当讨论出解决的方案。记者采访报道。加热烟又有新的争议，卫福部12时核定一间美国製加熱煙，若是符合條件，10月11日當就試。民間團體就批評講，這煙害防治法內底是有寫講，袂當摻一寡主管機關公告的添加物。不過煞是無詳細去講，這寡添加物到底是對一寡物件袂當摻落，這規範都也袂寫清楚，就要互加熱煙就試，呼籲監察院都要啟動調查。引起爭議真儕年的加熱煙，打被正式上市。衛福部國健署12日核定一間美國製加熱煙，8個品項薰草機，還有3種組合元件。最後上市進前的文件生效日是10月11，也就是這個日期了後，業者符合條件會當正式佇台灣上市。佫一間日本製加熱煙，掛一種組合元件，甲6個品項薰草機也進入法制庭訴，不過引發民間團體批評。先開放，等到慢慢的加味煙的公告禁止之後，再叫他們下架。你想想看，所有的傷害造成了，拜託趕快公告禁止加味煙品，因為現在吸煙的年輕人90%， WHO 包括90%都是從加味煙品入門。第二個，趕快收回成命。相關的18項產品，國健署坦白講有無共口味的薰。不過民間團體是指出，煙害防治法第10條第1項，薰袂當使用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禁止使用的添加物。但是到底是禁止倒一種？國健署是佇第2屆議過了後，到今無加說明。民間團體指其講是挑工咧拖沙，有暗唬加熱薰業者的記錄，呼籲監察院啟動調查。禁止煙品添加物的草案。我們現在仍在研議中。那未來我們如果公告了，就是所有的煙品就都應該要一體適用這個禁止煙品添加物的部分。針對這件代誌，國健署是強調，是因為禁止薰添加物的草案，議過期間收集超過12000條的意見，交大各個研究，是到若是通過，無論是紙薰還是加熱薰，攏要嚴格遵守相關的規定，確保個人的健康。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的朋友、政治运动人士孟庆 Kirk 是伫咧大学的演讲活动当中去互枪杀死亡。嫌犯 Robinson 即阵是已经抓到啊，有可能会去互用加重谋杀、妨碍司法等罪名，上见9月16起诉。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got him. On the evening of September 11th, a family member of Tyler Robinson reached out to a family friend who contacted the Washingto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with information that Robinson had confessed to them or implied that he had committed the incident. 美国犹他州州长考克斯伫美国时间12日讲，抓到枪杀美国总统川普的盟友可可的嫌犯罗宾森。川普伫早起接受媒体福斯新闻访问的时阵，证实嫌犯已经落网。检举嫌犯的人也是嫌犯的爸爸，也有爸爸的牧师兼法院保安的朋友。Did the father know about what the son had done?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let you get all those questions later because I can't tell you how accurate. I hope he was going to be found guilty, I would imagine, and I hope he gets the death penalty. What he did, Charlie Kirk was the finest person. He didn't deserve this. 警方初步调查，22岁罗宾森伫厝内三兄弟当中排老大的是自由生。伊捌伫犹他州立大学读一学期就退学啊，目前读迪克斯技术学院的电气学徒课程3年级。枪击案发生了后，罗宾森的爸爸看到警方公布的嫌犯相片，甲后生对峙。罗宾森也坦白承认，家己都是相片内的人。爸爸捌考劝伊自首，毋过伊表示甘愿自杀，嘛无愿意投案。伊的亲情捌甲警方讲，罗宾森最近这几年愈来对政治愈热，伫食饭的时阵表示无介意可可的政治观点，认为可可一直伫传播仇恨的言论。目前警方以加重谋杀、妨碍司法这个罪名甲逮捕，一定伫16正式甲起诉。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来看中国的海警船11搁出现伫咧东沙岛附近，按算是要驶向咱的限制水域。自讲海巡是派台南南去管，有军事专家就提醒讲，中国这款侵扰行为，伫咧因10月初一国庆进前是愈来愈接。提醒咱的海巡单位，伫咧双方对峙时阵，就要记录好清楚，收集证据，后续才有法度应付对方出招。中国海警3要动幺。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11透早6点多，咱个东沙岛东北方28海里的所在，发现中国海警船研判对方想要驶向咱管的水域，海巡署派出台南舰将因赶走兼监控。中国海警船近年频繁在南海、印太海域对邻国进行挑衅、侵权行动，影响区域的安全稳定，又持续透过灰色地带策略侵扰。海巡署将持续派遣舰船戍守东沙海域。今年1月9日，海巡署伫东沙水域赶走中国贵界船渔船146只厝，也扣留11只小船。最近中国海警船愈来愈接侵扰，共专家认为，甲中国特别国庆有关系。在未来到10月1号之前，很可能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或做海警都会做出更加过分的一些举措包括他们可能在10月1号前可能还有会举行演习。专家表示，中国海警恐惊是借伫四边海峡进行渔民扎集，这种理由来做无乌地带的作战。加上东沙海峡离台湾的航程较远，海上执法的时较易出现问题。建议海巡署甲中国海警对峙时，加强录影来收集证据，安尼伫国际社会在做证明，也是出现争议的时，会当正做一个根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路透社报道，咱政府后礼拜会推出新版本的民防手册。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焕是表示，这手册内底会明确写讲，任何讲台湾导航的内容拢是假消息。另外，这手册嘛头一届甲民众若当着敌军，是要安怎应对的方式甲写入去。工作人员一直看这个民防手册印刷过程，一本一本来装箱。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台湾下礼拜要提出新版的民防手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这摆是参考捷克、法国、日本这国家所写的生存指南，后面是感色的，标题是写当柜机来临时，内容有29页，结合网家人物的插图，适合各年岁人看。台湾并不会屈服于任何军事威权的侵略，那我们并不会投降。好，这个概念必须要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心法。
国防部头一摆出版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拄推出防批评无实用，引发争议，后续经过改进，即摆经过2年，推出了新版民防手册，内容大幅度提升，包含头一摆家己民众拄到敌军时免怎做，也有任何公司台湾导航讲话拢是假信息，也有中国籍 APP 像是 DeepSeek、抖音、小红书等，拢可能牵涉各自受击风险。你很难去判断他是敌军还是我军，甚至当你能判断的时候，都已经是很贴近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手册里面，我们会提醒群众，看到有着军服的这些武装的这些人员，尽量避开，尽量避免。另外，手册也列出台湾可能面临海底电线防破坏、中共丁九咱好准假检查，也有全面反台这情况。学者认为，新版手册只有教导民众分辨认知作战，不过真上重要，应该爱护民众有安怎在战争之下生存。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投降啊，而是对方我们双方的政府已经有一个妥协了，或者是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之下，解放军退兵了，所以我们先行停火，先不要开枪，可是各部队要元守在阵地。那这一些命令会不会反而如果在我们语义不清的情况之下，反而会被对方拿来作为进一步的操弄？今年汉光演习，国军伫卖场演练避难，学者讲，这摆手册是不是加入防空的设施、物资的存放，将是外界注意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16年前，无6级风灾，南回公路受灾是真严重。公路局开始间征收，甲粪块做4线道。6年前，台东境内的南回公路才完工通车。不过今年7月大雨加上风台，大鸟路段就北个车道就又搁崩落，可能要1年才修理好势。用了风台过了后，南回公路413.8公里的所在，嘉丁拿到大鸟路段，公路局台务工务段发现，山平路段上北2线车道出现100公尺长路面崩塌闭开，钢体护栏严重变形，影响行车安全。大鸟社区的居民是讲，这个受损的情形可能是南回公路伫莫拉克风台复建后比较较严重的一届，反而搁塌落去，是不是造成交通中断？从前几年开始，台风之后。那段路都会塌陷了。公路局台务工务段表示，目前先锋上北的车道调拨路南2线车道，提供双向通行。不过因为崩塌的地点真挖山坪，7月份连续强降雨，也有杨柳风台大水后，山区降水量真悬，造成路基刷起大水冲蚀崩塌。要完全修理好，要先做排水工程，再去修理路，可能都要开1年的时间。短期的作为的话，我们希望来加固。南下车道的一个稳定性啊，我们会去根据一个初步的一个监测结果然后来考虑是不是用比较深基础的一个基桩跟一个挡土的设施来恢复它的稳定性啊。南回公路16年前伫莫拉克风台期间破坏严重，节目简单6年前修理好，搁拓宽。台务工路段是讲会尽全力维持畅通，不过说来9月底至10月拢有连续假期，呼吁用路人经过大鸟路段一定要照道路缩减漂移的指示，小心通过。记者采访报道。通常在金蕉采收了后，农民就甲金蕉花直接断掉。不过金蕉花嘛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新竹光复高中餐饮科的学生，就利用这金蕉花做食材，做出真侪无同口味的金蕉棒，伫咧这全国高中的专题比赛当中，摕到第1名。甲拄较好的米果，用手揽做适合的大细，就当穿坚果，甲今日主角金蕉花，拢甲压起嚟，再放入去电烘炉烘15分钟，香公公的金蕉花米包出炉啊！是利用香蕉花做成甜的跟咸的。我们咸的部分呢，我们是把它做成像素肉脯；那甜的就是像我手上这一包，我们是拿雄蕊拿去蜜之后制成的蜜花坚果。那再结合我们香蕉皮的加糖发酵液之后呢，制作成我们的3种口味欧式面包。新竹光复高中餐饮科学生进前参加全国高中专题比赛，甲农业废弃物的金蕉花当作主角，做出金蕉花面包。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学生佮专工去研究金蕉花营养成分。深入研究，然后去做一些文献的调查，然后就发现了香蕉花会有很多的营养价值，譬如说膳食纤维啊、维生素，还有花青素等等。我们的作品其实是废材再利用、有环保的概念。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用纯植物的这个素食，再来我们就是用天然发酵，是零添加，没有加任何东西哦。学生靠金蕉花面包伫全国高中专业专题实作创意比赛，得到全国第一，幕后农业废弃物唔拿再利用，更有新的生命。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伫咧老一辈的观念，女性是袂使参与顶头的。不过现代性别平权的观念哪来哪普遍？高雄到一定对传统文化真有兴趣的少年组囡仔，成立女子观众秀。因是用行动来证明讲，这性别毋是信仰甲梦想的阻碍，是文化传承甲创新。音乐7点半，台语台青春的内容，做伙来看因的故事。开面开半面。是女子观众秀上界明显的标志。阮女子观众秀伊会开半面的原因是，一边是要呈现传统的脸谱，啊，另外一面的话就是，互因组囡仔化妆安尼，要呈现讲，阮即阵规定的，就是全部拢是组囡仔来跳观众秀。开半面就是像迄表演的性质含体验安尼啦，无正常啦，讲要做啥物科技啊啥。迄是无咧开半面的啊。骹步踏出去，手提发起。在传统的观念内底，观众秀拢是查甫咧做的。若讲到女性上场，是真恶想象的代志。咱若伫传统的层面来讲，女生来增强是不被认同的。传统的将团吼，确实有影有这个女性无适合跳将的这个规定啦吼。对时代变迁，较早的思考豆豆咧改变。有一阵想要突破限制的少年查某囡仔，加入女子观众秀。因为伫咧大家传统观念内底，就是感觉查某囡仔就是袂当跳将。我就感觉为虾米袂当跳，我就是想要去试看卖。虽然有的人会讲为虾米查某人会去跳将，啊，毋过我感觉我只是咧做我家己介意的代志。伫严肃面谱的背后，是温柔灵魂。当当女子观众秀的脚步踏伫庙顶的，嘛代表较早旧的观念，当慢慢咧更新。这阵查某囡仔用行动拍破性别的限制，毋但挑战传统的禁区，嘛互庙会文化有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